方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準備可以向第時。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就各位大家好。多謝頭先有關同學嘅提問。你講到澳門用咗6.7億，我哋香港只係1億6千萬。但係我想講，你知唔知澳門呢6.7億係用嚟起好多唔同嘅基建？因為澳門自己本身係缺乏好多大型嘅設施，但係香港係本身係擁有，所以我哋先唔需要投入咁多設施、咁多錢去呢啲基建項目上面。所以並不存在因為以錢嘅關係而去決定政府嘅投入程度，只係政府係用得其所嘅啫。另外啊，政府頭先你哋有關同學一路即係講緊政府喺籌辦呢個東亞運動會裏面有咩不足之處，但係我哋所想講嘅就係、你哋所講嘅例子其實都唔可以直接證明政府做呢啲決定係有錯誤嘅時候。你所講我哋運動場館東一個西一個，冇錯啦，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嘅事情，但係呢個事實係咪就會影響到東亞運動會嘅進行呢？我哋可以睇下，我哋好大嘅世界盃，好多嘅唔同嘅京奧運動，佢係唔同嘅場館，都係唔同嘅設施去舉行。呢啲根本唔存在一個東一個西一個嘅問題，呢啲唔會影響觀眾嘅投入感，因為觀眾好多時都會只係去睇戲，佢中意睇嘅項目，所以佢幾多幾少都唔會影響當地嘅投入感。另外啊，東亞運動會裏邊，我哋所講，我哋將嗰個運動場唔符合資格，但係我哋想講，我哋運動員有一個熱身嘅平台，呢一個係香港第一個有嘅地方。如果我哋連一個熱身嘅地方都冇嘅時候，我哋點可以俾我哋運動員可以好好咁去準備呢？我哋所想講嘅就係、冇錯啊，東亞運動會裏邊有好多翻新嘅場館，但係呢啲翻新嘅場館根本係可以為香港嘅市民長遠運動而發展作出一個貢獻。維安隊星匯佢係一個短期活動，連場館都係短期嘅，所以佢根本冇辦法去為香港帶來實質嘅利益。但係東亞運動會裏邊好多嘅場館都係令香港繼續發展、繼續使用。用翻你哋所講嘅澳將嗰個運動會為例啊，將嗰個運動場圍繞一度擁有50間中小學、30萬市民，但係長期缺乏體育設施嘅運動。呢個運動場館正好提供及時雨，令當地嘅市民可以好好咁去方便喺嗰度進行運動。另外，旺角場將係之後維修，所以呢個場館更加可以發揮係推廣運動嘅作用。另外，東亞運動會舉辦更加可以為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去鋪路。我哋香港之前一路缺乏一個承辦奧運會嘅經驗，呢個東亞運動會正好為政府提供一個實踐東亞運動會嘅經驗，一啲合資格場館，讓我哋香港可以喺未來可以實踐其他更多更大嘅國際體育盛事，而呢啲咁嘅盛事都係可以令到香港未來嘅發展提供好處。你所講運動員唔夠資源去發展，但係我想講，如果運動員連一個國際性嘅比賽都難以參加，一個國際性嘅場館都冇嘅時候，佢哋點可以去好好咁去發揮自己？冇錯，一個人嘅努力重要，但係場館嘅設施呢啲配套嘅工作都係需要好好咁去負責嘅。由千里之行在於足球，我哋香港好多唔同嘅體育發展，好多時都在於呢個東亞運動會嘅基礎。由此可以見到東亞運動會舉行係一個利多於弊嘅。多謝各位。正方辯護發言時間為3分11秒，冇過程，無需9分。現在請反方辯護發言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唔需要9分嘅。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我係下方嘅辯護有方同學。啱啱一直講咗好多輔助性嘅利益，包括可以一直強調香港舉辦東亞運動會可以推動香港運動發展，提高運動員嘅水平。但係我哋睇到嘅係香港政府將重點擺喺晒宣傳、揾贊助、點樣搞好開幕禮，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好重要嘅，就係、投入喺本港支持本港運動員備戰東亞運動會嘅資金係近乎於零㗎。再舉多個例子，自從上年清拆咗原本運動員訓練嘅體院之後，政府就一直不聞不問，從冇為嗰一班備戰嘅運動員改善過場地。由此可見，政府根本冇藉住呢個機會促進香港嘅體育發展，為香港本土嘅運動員作好準備，提高運動員嘅水平。由此可見，有方同學所舉嘅呢個例根本唔成立。第二，有方同學啱啱就舉咗好多例子，話政府加強咗宣傳，包括舉行一啲演唱會、嘉年華宣傳，做咗好多唔同表面嘅宣
宣傳。但係如果香港舉辦可以達到香港舉辦冬奧運動會能夠引起學生嘅興趣，令到全民可以自發嘅參與，咁當然係好啦。但係在座各位，如果冇今場嘅比賽，撫心自問啦，大家對今屆嘅冬奧運動會嘅認識有幾多呢？又知唔知今屆嘅賽事新增有啲咩項目？又知唔知香港嘅運動員備戰嘅情況係點樣呢？其實我哋對冬奧運動會嘅認識真係好唔足夠，到時政府咪唯有臨急抱佛腳，通過一啲行政嘅手段組織學生團體購票，美其名係為運動員打氣，實質只係為咗衝餐場面。有方同學又提到另外一個利處，就係話香港可以通過舉辦呢個冬奧運動會呢個體育嘅盛事，可以提高香港國際嘅形象。但係細心諗一諗，香港如果將呢次嘅表面場面搞到好盛大，但係內裏連比賽嘅場地都唔符合國際嘅標準，咁又有啲咩能力可以將個體育嘅盛事真係做到內裏如一真正咁樣有聲有色呢？如果唔可以，又點可以令人留低香港係亞洲嘅體育之都嘅深刻印象呢？又如何提升到香港嘅國際嘅形象呢？同埋有方同學啱啱指出，香港已經有足夠嘅場地，比起澳門已經有足夠嘅本身已經有足夠嘅場地，但係香港唔同場地嘅設施根本係唔可以接受。將軍澳嘅運動場，即係冬奧運嘅主場館，比大球場甚至小西灣嘅運動場都細啦。咁係咪合乎國際嘅標準？切合。所以多謝。方義富發言時間為3分20秒，需扣2分。